我有非常之兩極化嘅睇法。嗱，呢4個地方比較咧，將情懷重新包裝，真係膠中自有膠中手，咁先襯翻我個 style 噶嘛。大家好，我係發比，我而家就正位於台場 Gundam Base Tokyo 門口。最近咧就聽到好多傳言啦嚇，話呢一間號稱全日本最大嘅 Gundam Base 入到去有啲孤單，有啲寂寞，有啲凍啊。點解咧？因為聽講入邊係變咗做模型沙漠。嗱，模型沙漠咧，我之前去福岡嗰度咧已經中過一次招㗎啦。東京呢一邊咧，我上一次嚟就正係1年之前。到底呢1年之間個變化有幾大咧？正式開始之前，希望大家 comment like share 呢個頻道，仲有分享玩具、模型、旅遊相關資訊，記得免費撳下方中隻 subscribe。我哋去啦！發比偵察當日係一個平淡無奇嘅星期四，日本時間晏晝3點。由於冇特別同埋新模型發售，亦都唔係假日，所以人流算十分之少，出入無任歡迎。當然要取決 Gundam Base 係咪已經變成沙漠，首要梗係睇入面嘅模型數量，特別係限定模型款式。事不宜遲，即刻揭曉。Gundam Base 限定 Halo Special Coating Gold and Silver， 2025年推出4400 yen 220蚊，香港未有現貨。一嚟就擺對 Halo 出嚟做焦點，唔係想同大家食諧音講 Halo 啊，而係全場唯一吸引到我嘅就真係只得呢盒金銀 Halo。模型強調以電鍍加工華麗呈現金銀兩種顏色，發比睇實物感覺光澤度、質感都非常出色。據我所知，更加係 Bandai 官方推出第一款以及現時為止唯一一款特殊鍍膜 Halo 模型，質素同紀念性都爆晒燈，必入。Gundam Base 限定 HG 獨角獸3號機 Phoenix Destroy Mode Gold and Silver Coating Set， 2025年推出22,000 yen 1100蚊，香港現貨價1180。有一款玩金銀電鍍式嘅組合包，不過就重皮好多啦。收錄2架曾經係 Gundam Front Tokyo， 即係2017年執笠 Gundam Base Tokyo 嘅前身，限定動畫入面登場嘅特別規格鳳凰。留意啦，模型並唔係以2018年推出嘅 HG 鳳凰毀滅模式為藍本，而係沿用2013年 GFT 限定嘅無尾原始版鳳凰。將裝甲分別變成金銀電鍍，腦波全鍍框體換成2種新彩透色，其餘骨架武器保持原狀。簡單講就係用舊帽稍為改色，將情懷重新包裝。咁係咪值得我哋用4位數入手呢？不如大家喺下方留言，話我知你哋嘅睇法。Gundam Base 限定1:48 Mega Size 元祖高達 Metallic Gloss Injection， 2017年推出11,550 yen 580蚊，香港現貨價650。雖然已經係8年前嘅產物，但我都真係第一次見 Gundam Base 有賣呢盒。細盒嘅 HG 版反而就見得多喎。模型以金屬質感成形式表現，零件一律會有水波紋同收縮明顯嘅問題，所以我不嬲都唔 like 呢個系列。加上 Mega Size 又出名只係一部放大咗嘅簡化 HG， 即係連啲瑕疵都放大埋，真正在傷口上灑鹽，揦到冇眼睇啊！跟住介紹2盒今年推出嘅新限定 HG 突擊自由高達極 Clear Color， 2025年推出3,520 yen 177蚊，香港現貨價220。24年喺戲院大銀幕上畫嘅 Gundam Seed 續作 Gundam Seed Freedom， 主角基拉大和後繼機 Mighty Strike Freedom， 同佢嘅背包女主角拉克斯所駕駛嘅 Proud Defender 自豪防衛者合體一幕，相信大家都好難忘記。將一般版嘅黑白紅黃藍修改成彩透，金色骨架就以擬真金屬光澤質感射出成形零件再現。講到咁勁，發比睇完實物個結論係金色好膠，彩透白突顯唔出線條輪廓，唔掂完。另一部 HG 無限正義高達2式 Clear Color， 2025年推出3,630 yen 182蚊，香港現貨價250。彩透無限正義嘅素組完成品就真係順眼得多啦。集中將棗紅色裝甲換成透明紅，然後加入少量珍珠白做點綴，其餘關節武器就以金屬成形式呈現。可惜發比真正心儀嘅係匿埋喺魔蟹入面，下流戰甲露出半個龜頭嘅版本，咁先襯翻我個 style 噶嘛。睇 Seed Freedom Gundam Base 亦都有限定嘅 Figure Standard 拉克斯 The Gundam Base Color， 2024年推出3,850 yen 194蚊，香港現貨價360。
人物角色模型發比真係非常極之少收藏，因為好怕見到啲由波 joint 組合而成嘅肉色手腳關節，冇管動咯。以上都係一啲之前未介紹過嘅新朋友，款式算叫夠分散，唯獨欠缺 MG 1:100。接落嚟我哋就會快速睇埋其餘嘅舊相好，唔知加埋起嚟大家又會覺得足唔足夠？MG 一共有兩盒，分別係2024年推出嘅 G3 高達 Version 3.0，仲有 Eclopla 元祖高達 3.0。2021年推出，價錢同樣為5720 yen 287蚊。大家可以當佢哋係元祖高達嘅派生，方便唔想上色嘅朋友。除咗 MG， 當日 Eclopla 仲有一堆款式幫手衝撐人數，包括 HG 元祖高達、雷射大炮、Gundam Mark II、老虎同埋 BB 戰士 New Gundam。由於全部都係將老模環保化，模型本身組合設計屬於左右合拼嘅超舊款式，遇着 Eclopla 嗰種環保塑膠，真係膠中自有膠中手，超級戇膠膠。RG 方面同樣有兩款 New Gundam Clear Color， 2021年推出5170 yen 260蚊。佢呢度用咗足足5個 Action Base 底座展示一隻 New， 真不愧係嚟緊1月嘅重頭戲真主角。另一隻嘅待遇就差得遠啦，自護號 Special Coating 2024年推出13200 yen 662蚊，竟然係連實物都冇得睇，個盒都唔美冇啊！要買直接去 counter 問啦。至於 HG 方面有 V2AB Clear Color 2023年推出2640 yen 132蚊，算係除咗 MG 電鍍版之外細隻 V2AB 嘅首選。組合包就有 Zeta Gundam 白色 Gundam Mark II 格里普斯戰役配飾，2023年推出10560 yen 530蚊，基本上每間 Gundam Base 都會見到嘅標配，唔知香港又會唔會出現呢？最後 HG 當然唔少得 Wing Gundam 彩透系列，分別有飛翼高達零式1980 yen 100蚊，重炮手高達、沙漠高達、神龍高達各2090 yen 105蚊。5支入面唯獨欠缺死神高達，上一次買齊咧就 sorry 啦，差啲唔記得10月13號已經完結嘅世博高達，佢嘅3款總共4盒模型，包括普通1:144、1:144環保版、EG 本體同埋 EG 裝備包，全部都有充足貨源，甚至乎仲非常親切，有詳細教學教大家點樣分辨普通同環保兩個版本。最後限定區仲有一啲機體裝備套裝、支架配套等等。睇完所有限定商品，相信大家心入面可能會覺得種類都算多唔錯啊，同沙漠撐好遠喎。嗱，咁係因為台場 Gundam Base 地方實在太大啦，限定商品區只係佔咗全場頂多1/4，撇除埋模型展示區，仲有1/2係賣普通嘅通販模型，結果嗰度先至真正出事。大家一路睇住個慘況，我又講下少少感想啦。其實對於我哋香港人嚟講，通販模型區係咪真係咁重要呢？我有非常之兩極化嘅睇法。唔重要係因為大部分通販模型喺香港都可以用一個叫做合理，講緊可能5.5至6吋，頂多貴100幾廿蚊嘅價格入手，慳水慳力之餘，最緊要係可以慳翻啲喼位啊嘛。所以一般我都好少喺日本買通販。相反重要係因為我觀察到好多人，無論係當地日本人定外國遊客，其實大家最享受嘅購買體驗係親身見到盒模型，拎起手品嚐，覺得中意先至入手。尤其係當你見到咁大間 Gundam Base， 如果入面有超過1000款模型俾你揀，嗰種不但對眼球，而且身心靈都會被震撼到嘅衝擊，係喺網上嗰度即時碌過萬張圖片，買再多模型都唔會有嘅感覺。所以當我哋見到全世界最大間嘅 Gundam Base 入面，大部分貨架只係擺住同一款貨，有啲甚至完全係吉咗放喺度，嗰種落差先至最令人失望。買完咁啊，點解兩手空空呢？唔係代表冇買嘢，係因為啦姐咧幫我落緊去搞退稅，咁我就抽一個時間出嚟做一個快速嘅即時總結。嗱，咁講啦，好多人都話喂，而家嘅 Gundam Base Tokyo 咧真係弱咗好多，入邊冇嘢買嘅，我係同意60成嘅。如果我對比翻我上一年嚟 Gundam Base 咧，當時嘅嘢係多少少啦。
但係因為我今年咧其實都去咗差唔多，我去咗幾多間 Gundam Base 啊？福岡嘅 Gundam Base 啦，又去 Side F 啦，東京呢一間 Gundam Base， 同埋最緊要我去咗大阪世博嗰個 Pop Up Store 嘛。嗱，呢4個地方比較咧 ，Pop Up Store 第一輪係冇得輸噶啦，因為講緊限定都有成40幾款咁樣。第二輪咧其實已經係叫弱咗好多，不過都依然比起普通嘅 Gundam Base 要強。第3咧就應該就已經係去到呢一間 Gundam Base Tokyo 或者係 Gundam Side F。最差咧就一定係博多運河城嗰間 Gundam Base。咁所以對於即係發比一年去4-5次 Gundam Base， 你話要好有突破性嘅話，就一定唔會㗎啦。佢唔會突然間出咗10樣新嘅限定出嚟，會令你覺得哇好驚奇啊、好神奇啊咁樣。如果你對佢個要求太高咧，就有啲唔 fair。最差嘅一樣嘢咧，就係佢好多反而賣普通版模型嘅貨架咧，佢吉晒個觀感就唔好咯。但係大家又諗深一層啦，如果佢擺好多通販出嚟，你又會唔會買咧？嗱，總括嚟講咧，其實你話有冇失望係有少少失望，不過我更多嘅係有一個期望咯。我更加嘅係期望喺大阪世博完咗之後 ，Bandai 會將個集中力放翻喺唔同嘅 Gundam Base 身上啊！佢哋係有能力係可以做到一個 Gundam Base 係又好睇又多嘢買嘅，我知道。我唔知道下年仲會唔會嚟東京啊？就算下年唔嚟，我後年都一定會嚟。我希望呢1-2年內俾啲時間佢去將件事回復翻正軌，令到台場嘅 Gundam Base 會變翻好似以往一樣咁精彩。阿姐辛苦晒啦，特登等你嚟，行到最遠，落到最底。哇，好多怨言啊！我哋係啊，都唔知幾樂意。嗱，真係有買嘢㗎，最後等埋你啊！好啦，真係要講呢句咯。咁大家就係欣賞到最後嗰啲面有趣對你有幫助，記得免費 subscribe、comment、like、share，一定你哋下次見啦，拜。